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主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信实的神，你是万王之王，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是我们生命的力量，生命的磐石，是我们生命的真光，生命的盼望，是值得我们永远称颂的神。我们渴望成为主你的器皿，你复兴的种子，在这一块土地，在这一座城市，在这个国家，在这个时代。做光做盐，活出主你的样式，成为见证，宣扬主你的名。主你知道我们生命中的匮乏，求你赐我们力量面对挑战，赐我们平安脱离灾害，赐
赐我们力量，不致软弱，赐我们坚定，永不动摇。我们要高举我们的双手，高举主你的名。我们要大声的赞美，全地都要来赞美。求主你此时此刻降临，围绕在我们之中，不受风雨的影响。无论是在现场，或是在线上，都安静我们的心，聆听主你的话语。我们将今天的敬拜完全摆上，求主你悦纳。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所求。阿门。这时候，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高举双手，向着活真